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2年7月27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44篇，何西阿书第6章11节到第7章16节，马太福音第5章43节到48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什么是疼，还是疼是什么？保罗互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批信内底教导因一段甲疼真有关系的经文。当然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因失去这个疼的特质这个疼的特质真低，所以保罗才需要来安尼教导因。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到第8节，咱拢真熟。疼是永久的忍耐，佮有温足；疼是无怨妒；疼是无夸口、无偏颇、无做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快受气，无计算人的歹，无假意不义，只有追求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毋忘，凡事忍耐。疼是永远袂煞。先知讲道总是会规伫空空，谎言也会停止，灾捌也要有结束，规伫空空。对安尼来看，这个疼的要求，其实因为这个特质拢是对上帝遐来。上帝的疼是无需要去质疑的，就好像亲像先知用那安尼讲，伊讲我知你是满有慈爱怜悯的上帝，无紧紧受气，有丰盛的慈爱，会改变心意，无要出发人。这是伫约拿书第4章第2节。对于外邦人是安尼，尼尼微城的人；对伫选民以色列人，搁较是安尼。虽然以色列人犹原真无成伊的后悔，因确是真心来行歹。上帝犹原要用疼来疼因，会通讲因展现伫上帝面头前的，拢是歹所行，亲像圣经甲咱讲。每一摆当我要来复兴以色列，伊伫我的主面的时阵，我总是看到因的罪恶，因欺骗、偷摕，伫街仔路顶悬来抢劫，因无想到我会记伫这一切的歹所行。因的罪恶满满，罪行拢暴露伫我的目睭前。虽然是安尼，上帝犹原差遣先知去叫因着爱还头。虽然先知的预言的内容拢是讲因得要受到灾难但是先知的话中间却一再出现。无有一个人向我来求讨，因竟然毋知影家己的死期得要到因犹原无要归向我上帝，因的上帝。因并无诚心向我祈求。对这来看，咱通知影讲，上帝真正是毋望因来回头。俗语话有一句讲，粪体无毋正光吼，迄个意思就是讲，要互一个铁来正做光，就爱用这个真热的火来甲伊烘，
用即个腿一直甲练，才会当渐渐一步一步变做钢铁。上帝疼遐个违背伊的意识的人，就是安尼。好若亲像来练即个铁，称做钢共款，互因去拄着家己所选择的灾难，伫遐来锻炼，然后上帝悠然的听候因倒转来，真心的祈求。上帝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伊会通赏赐伊的慈爱、怜悯以及赦免。上帝袂扣分，会搁较爱因，因为上帝的是真疼，伊也呼召咱遮领受伊大疼痛的人，来成做伊疼人的工具。好，咱参像伫《申命记》的诫命就安尼讲，伫第6章第5节，你着爱全心、全情、全力疼主恁的上帝。另外一位伫《利未记》19章第7节到18节安尼讲着：你毋通怀恨亲人，着爱坦白指责你同胞的错误。免得家己入伫罪过的中间。18节讲，毋通报仇，也毋通埋怨本国的同胞，着爱疼家己的厝边，亲像疼家己一样。我是上主。毋通报仇，毋通埋怨，着爱疼家己的厝边。这也是咱伫耶稣的诫命内底所看到的。恁也搁听过安尼的教示讲，着爱疼你的朋友，怨恨你的对敌。但是我甲恁讲，着爱疼你的对敌，并且为着迫害恁的人来祈祷。这是伫马太福音耶稣的诫命。疼对敌。应该是即个疼的功课中间上困难的部分。讲实在，要恨、要毋插，拢真容易，但是真正要去疼，却是困难的。其实，即个是诫命，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提起咱的。这才是伊赏赐予咱上大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安尼讲，安尼恁才会通做天父的儿女，因为天父予日头照好人，嘛相时照歹人，降雨予即个行好的，嘛予遐会做恶的人。假使恁只有疼遐疼恁的人，上帝要搁怎样来赏恁呢？就连遐扣税的也会安尼做。假使恁只有朋友拍招呼，安尼有啥物了不起呢？就连遐个异教徒也会安尼做。恁着爱完全，亲像恁的天父是完全的。只有安尼做，才会当成做天父的儿女。天父的儿女着爱得到祝福，会通得到平安。有侪人伫即个心理辅导的中间透露出，因每一天上纪念的人，毋是甚物款的伟人，也毋是因上爱的人，因逐天上定定念的，是因上痛恨的人。一旦咱有通啊做到疼对敌无扣分了赦的功课，相信这个情形马上会得到改变。这无怪耶稣基督安尼甲咱教示，着爱疼人亲像家己，
当咱愿意听人当咱愿意听对敌的时阵，其实咱就已经大声听家己啊，这就是真听。诗篇44篇较长，就搁请咱家己来读。多谢咱的阿爸爸赏赐咱赦免的恩典。互咱因为安尼来得到上帝的听，也会通学习用上帝的听来听人，特别是听对着。阮知这是真困难的功课，求主你帮赞。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